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成立于1921年，位于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。今天的白俄罗斯大学是一所标准的现代化大学，拥有20多个系和教育学院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，来自世界50个不同国家的2000余名学生在这里共同学习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拥有高质量的俄语教学水平，用1年时间在大学预科学习语言。大学拥有70多个专业，这些专业都非常切合当今世界的需求。外国学生会选择与编程、语言学、生物工程、工商管理、国际关系以及银行业务相关的专业。对于来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亚美尼亚、吉尔吉斯斯坦的学生，成绩优秀的给予20%、40%或者60%的学费优惠。白俄罗斯大学超过140个体育社团，非常多的创意团体和组合，有专门组织帮助外国学生来自适应白俄罗斯大学生活的学生会。学生会专门负责与外国学生相关的工作，帮助同学们解决各种问题，举办多种文化交流活动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将尽一切努力，让同学们在白俄罗斯舒心的生活和学习。白大有良好的住宿条件，外国学生和白俄罗斯各个城市的同学一起住宿，一起做饭，相互交换不同国家的食谱，一起完成作业和休息。白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，来自140个不同国家的侨民都可以帮助海外留学生。明斯克大街通常是安静的，而晚上却有着别样的生活，剧院、电影院、音乐会、展览、咖啡厅、街头演艺和免费的教育活动。明斯克消费水平不高，因此能够节省一些费用，周末到欧洲去旅行。白俄罗斯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学生假期可以去欧洲旅行，比如波兰、乌克兰、拉脱维亚、俄罗斯，还有在白俄罗斯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就职于白俄罗斯合资公司，成为自己国家的驻外代表。许多毕业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后都担任重要的职位。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后，我决定留在白俄罗斯工作，因为这里的公司为我提供了优厚的待遇。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经济系的学习让我学会了非常多的知识，也让我掌握了俄语，这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白俄罗斯大学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，这里的学生生活不会让你感到虚度光阴，保证你在未来充满自信。